Hello， 大家好，我係 Kiki。嗱，今集咧係同大家啦嚟到呢個斗門嘅湖心新城嘅位置咧，去介紹翻一個樓盤俾大家嘅。咁呢個樓盤咧，作為地段嚟講咧，係非常之靚仔噶。而我依家身處嘅咧呢個位置啊，就係呢個香海高速嘅落腳點嘅位置啦。嗱，呢個香海高速嘅話，你只需要20分鐘，你就即刻可以通勤去到呢個珠海市區嘅地方噶啦。咁所以嘅話咧，呢度係屬於一個珠海中心嘅位置嚟嘅。咁而今日帶大家睇嘅呢一個樓盤咧，就係距離呢一個落腳口，就係距離呢一個高速嘅落腳點，真係掟一個彎嘅啫，就可以即刻嚟到嘅呢個樓盤恆裕江山匯啦。咁所以咧，位置交通嚟講嘅話咧，佢係屬於非常之方便噶，落個高速口啫就可以嚟到呢度啦。嗱，咁至於咧呢一個樓盤咧係點樣嘅樣咧，我稍後會同大家一一詳細介紹翻啦吓。但係其實而企喺呢度嘅話咧，我哋已經可以好清晰咁樣見得到咧，呢度入住率咧係非常之高噶。所以如果你想一個人氣大盤嘅話咧，我覺得呢度你可以去考慮一下，過嚟實地呢邊考察一下嘅。OK， 咁依家跟住我嘅腳步啦，帶大家去逐步咁樣去睇翻呢一個樓盤係點樣嘅樣啊！重磅福利來襲，揾我哋成功買樓即送價值68,888嘅28件套全屋家私大禮包，再附贈驗收樓服務。立即報名睇樓團，實地考察你嘅心水樓盤，當日往返2日1夜 ，VIP 私人定製專屬行程，3條路線任你揀，全港專車包接送。立即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聯繫我哋啦！一個咁好嘅地段，又點會少得到好嘅交通呢？嗱，喺翻江山匯嘅呢個位置啦，佢係擁有住一個獨一無二嘅交通工具嘅，就係呢個香港直達巴士啦。我同你講，成個斗門咧嚟計咧，佢淨係得一個香港嘅直達巴士站嘅啫，就係呢個江山匯自己嘅樓下。所以如果你身為呢度嘅業主嘅話咧，咁對於香港嘅朋友仔咧就會非常之方便啦。落個樓就即刻可以坐車直達翻到香港，仲可以咧去到尖沙咀、太子、荃灣幾個地方添。所以你話係咪好方便呢？嗱，喺呢度咧，你就可以啦，全程欣賞得到咧成個江山匯嘅內部園林究竟有幾咁優美啊！自己咧係帶住呢一個超大嘅湖景啊，而且咧喺翻呢度仲做到個小橋流水人家嘅感覺喺度，所以當你食飽飯咧落嚟散下步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心情咧係特別優美，而且咧喺翻呢度啊，晚黑佢仲有個噴水池添喎，咁所以嘅話咧，晚黑你可以睇到一個噴水嘅湖景夜景，所以係超靚噶。再喺翻呢度嘅話咧，佢成個園林綠化嘅綠化率特別之高噶，所以其實喺呢度你都會覺得咧空氣係特別寧靜、特別清新啲噶。嗱，OK，咁我欣賞完咧佢內外嘅一個環境之後啦，咁我依家嚟帶大家上去呢個實體樓裏邊睇下佢整體嘅精裝現樓係點樣嘅樣啊！嗱，依家你上到嚟實體樓呢個位置，帶大家嚟睇嘅呢個單位咧係110平方可以做到4房嘅大單位嚟嘅喎。嗱，首先入門口嘅呢個位置啦，就會送到一個入戶花園俾你嘅。咁啊，跟住過翻嚟呢邊嘅話咧，佢就係一個南北通透咗雙廳設計嘅戶型嚟㗎。嗱，我哋過嚟睇下呢個客廳你點啊？成個客廳個空間係咪非常之大咧？而且咧，成個露台位咧亦都係好大㗎嚇。重點咧係從呢度啦望翻出去啊，你就可以欣賞得到咧自身嘅園林綠化，仲可以見得到個湖景嘅添喎。嗱，但係其實咧喺呢邊見到嘅湖景咧，我覺得都仲未夠靚啊！嗱，過埋嚟帶你睇下翻呢邊啦。嗱，呢度嘅話咧，佢就係一個餐廳嘅位置啊，亦都係比較闊落㗎嚇。隔離咧，你一個廚房啦。嗱，廚房呢邊嘅話咧，佢到時嗰啲硬件啊、3件套呢啲全部都有包埋做好晒㗎啦。拎翻啲沙煲冷餐去，你就可以即刻開爐煮飯㗎啦。嗱，呢度係一個生活露台嚟嘅，但我覺得呢個生活露台咧係比啱先我哋客廳要見到嘅景觀係仲要靚非常之多㗎。因為你從呢度咧，成個樓間佢係好闊落，再加上咧呢一個湖咧，佢仲有一個噴水池喺翻呢度，晚黑咧你就可以喺呢度咧可以欣賞得到成個湖景嘅夜景啦，所以係非常之靚仔嘅。最緊要咧係佢呢度做咗南北通透喎，你睇下開咗個窗，你就會睇我頭髮，你都會 feel 到咧兩邊呢一個對流嘅效果究竟有幾咁強烈啊嚇！嗱，再講翻嚟呢邊咧就係有4間房喺翻呢度嘅，咁我哋先嚟睇翻呢個客廁先。嗱，客廁嘅話咧，佢呢個乾濕分離咧已經係做好咗嘅，咁都係呢一個交樓標準嚟㗎。嗱，對面咧就係呢個客房嘅位置啦，咁我亦都係做咗一個全開嘅飄窗嘅，咁可以好好咁樣利用起身啦，增加翻整體嘅呢一個實用性啊。呢度嘅話咧就係做咗個兒童房嘅一個位置嚟嘅，咁當然佢做翻一個客房咧都係完全冇問題，因為同啱先個房咧一模一樣咁大㗎。嗱，呢度咧就細翻少少啦，可以做翻個書房或者咧係一個醫務間嘅。咁啊，因為咧呢個房嘅話咧，佢係非常之接近呢個主人套房嘅。咁如果你覺得呢個主人套房呢一個衣櫃嘅位置，覺得唔夠擺嘅話咧，你就係完全可以採用翻隔離嗰個房做翻醫務間。我自己就係咁樣噶啦。嗱，呢個主人房就做咗呢個帶有套廁嘅設計㗎嚇，係啦，冇錯，110平方係做咗
4房2廳2廁㗎，而且成個主人房都非常之闊落啊！喺呢度咧，亦都可以欣賞得到咧成個一線湖景嘅喎。嗱，咁樣嘅單位咧，都係只需要3萬蚊嘅首期就可以上車得到啦，而且月供都係3000到4000咋，所以你話係咪非常之抵咧？最緊要咧係精裝現樓啊，你可以即買即收樓，就算即出租都冇問題啊！家人啊，你揾我買樓，我會送翻俾你全屋嘅家私電器，足足你係28件套嘅，真係拎件衫你就可以入嚟住噶啦，所以你要隨時出租都完全冇問題。加埋呢度嘅一個地段啦、交通，仲有自身嘅環境同埋配套啊，都係咁靚仔嘅情況下，所以呢度嘅入住率咧先至會咁高嘅咋。呢度人氣滿足得到你咧啩？如果你想過嚟睇樓嘅話咧，歡迎撥打翻屏幕上方嘅電話，揾我帶你私家睇樓啦，亦都可以俾翻更加多嘅資訊你嘅，因為喺翻呢度啦，佢就唔淨係指呢一個110喺度賣緊嘅，咁仲有82、89、98同埋呢個119，想攞翻更加多嘅資料就快啲 call 我啦，我係 Kiki，我哋下期再見，拜拜。